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德心長者學院所製作嘅智能手機進階學堂影片。本堂內容係教授你流動應用程式下載。喺介紹下載應用程式之前，先基礎認識一下 iOS 同 Android 平台。iOS 由蘋果公司開發，僅可用於 iPhone、iPad 等蘋果裝置。iOS 界面統一且穩定。調查顯示，喺全球行動作業系統市場中 ，iOS 約佔25%。Android 系統由 Google 開發，被 Samsung、小米等其他平台使用。用戶可以自由安裝唔喺商店入面嘅套件 APK， 所以即使自由度高，資料洩漏風險亦相對高。而 Android 約佔全球市場嘅70%。Harmony OS 又被稱為鴻蒙 OS， 係華為自主研發嘅操作系統，幫助用戶串聯唔同華為設備。目前 Harmony OS 約佔全球市場嘅5%。iOS 同 Android 同 Harmony OS 系統各自有唔同嘅應用程式商店。App Store 係 iOS 系統嘅預設商店，審核制度嚴格，注意用戶隱私保護。因此上架嘅應用程式質素較高。Google Play 適用於大部分 Android 系統，應用程式豐富多樣，更新頻率較高，免費嘅應用程式比例亦都多，亦都經常有折扣。App Gallery 屬於華為專屬，於 Harmony OS 上面運行嘅商店平台，有華為嘅專屬服務，本地化應用程式豐富，所以亞洲區內容較多。而家示範如何下載同登記應用程式。首先揾到自己手機適用嘅應用程式商店，然後喺搜尋欄輸入需要下載嘅程式。呢度以智方便為例，按搜尋並下載相關應用程式。首次下載同曾經下載但已經卸載嘅程式時會有唔同圖示。以 iOS 系統為例，冇下載過嘅應用程式會顯示取得按鈕，而下載過嘅程式會係一個雲加上向下嘅箭嘴，代表 App Store 會喺雲端取得以前使用該程式嘅相關資料同記錄。等待下載完成之後，按開啟。下載應用程式之前，可以先點開程式嘅簡介，了解程式擁有嘅功能係咪符合自己所需。另外，你都可以查看應用程式嘅評分，按向右嘅箭嘴可以查看更多相關評論，得悉其他用戶嘅真實評價。商店會話俾你知，該應用程式會讀取手機入面嘅乜嘢資訊。近年唔少應用程式都被批評取讀太多用戶資料，有洩露資料嘅嫌疑。如果你唔想披露特定信息，例如通訊錄、位置等等，可以選擇下載其他取代嘅應用程式，或者喺下載程式之後限制程式嘅某啲權限，但程式可能會亦都因為咁冇辦法使用完整功能。點開下方嘅 App， 可以見到商店為程式嘅各種分類，例如商業、運動、旅遊等等。點擊呢啲範疇之後，商店會提供呢啲範疇嘅排行榜。越多人下載嘅應用程式排名越高，方便你尋找適合自己嘅應用程式。你可以喺各個應用程式商店發掘其他唔同嘅應用程式，例如社交媒體有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hreads 等。工具應用程式可以下載 Google Maps。銀行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。常用娛樂應用嘅例子有 YouTube、Netflix 同 TikTok。部分應用程式需要付款購買，亦都有啲程式需要按月或者按年付款先可以使用完整功能。如果你有付款需要，可以選擇信用卡、香港支付寶等網上付款方式，或者喺便利店購買唔同商店嘅禮品卡，並且將禮品卡面值增值到賬戶。以蘋果 App Store 為例，你需要喺商店首頁先點擊右上角嘅頭像，進入賬戶畫面。喺呢個畫面中，你亦都可以查看裝置下載咗啲乜嘢應用程式，
購買記錄、咩程式需要更新等程式資訊。如果你選擇兌換禮品卡，可以按兌換禮品卡或代碼，然後手動輸入代碼，或者使用相機拍攝禮品卡上面嘅條碼。如果你選擇網上付款，可以喺剛才賬戶嘅頁面點擊自己嘅賬戶，之後選擇管理付款方式。選擇付費方式之後，可以填寫所需嘅資料，跟住按右上角嘅完成按鈕添加付款方式。今日嘅課堂在此完結，下堂再見，多謝大家。本教材由德心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